我有請黃蓉 Gloria 俾掌聲。嗱咁啊，今年咧佢出嘅新集咧叫《美人黃蓉》。好咁啊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黃蓉啊，大家好。係啦，咁啊當然啦，咁啊出書啊，梗係要影下相先，我幫你揸住啲咪先啊。咁啊，今年有咩唔同先？其實咧，今年係我第5年出寫真嘅，係啦。咁今年咧就加入咗好多元素喺入邊啦，因為其實過往4年咧都係我自己好中意嘅，由女性角度睇性感啦。但係今年咧就由男攝影師認識到Jerry Ling 啦，咁佢由男性角度去睇性感嘅，好多嘢同我嘅睇法唔同，咁係特別性感嘅，呢個好噴血嘅。其實呢本書係嗱，上年我知道你哋開始學鋼管舞嘅，係啦，上年嗰本係講跳舞嘅。今年咧會唔會加咗呢啲嘅鋼管舞元素落去咧？今年就冇啦，係啊。哎呀，我想睇啊嘛。噴血嘅造型啦，係啊，身體嘅特寫嘅性感咯。咁你話你有個好喜，即係你咁多造型啦，有咩造型特別中意啊？其實咧就係我封底呢個造型啦，大家都可以見到哇！超級長腿，其實呢個造型我就好中意嘅，因為唔係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嘅。起碼我做唔到先啦。係我平時咧有做開瑜伽啊、運動啊、訓練有加，跟住就先至可以做到呢個 pose 出嚟。大家覺得噴唔噴血咧？中唔中意啊？真係不得了啊！呢個。OK， 嗱，咁啊，既然你又要即係拗晒腰啊咁樣，其實喺拍攝上啊，有冇啲咩特別嘅難度咧？其實拍呢本書咧就事前做多好多功夫嘅，因為費事攝影師辛苦要收好多圖啊、P 好多相啦。咁我事前咧就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啊，又早啲瞓啊，跟住同埋食嘢都戒咗澱粉質啊，即係食嘢方面啊，跟住同埋日日都做運動嘅，係啊，咁係 keep fit 咁樣嘅。keep fit 啦，皮膚啦，同埋就算係身體嘅柔軟度啦，我喺你嘅 Facebook 上面我都睇咗好多嘅一啲關於呢一方面嘅準備功夫啊，所以我都好期待你嘅寫真集啊！多謝。OK， 幾位朋友咧係嚟到呢度係支持你嘅喎。綠幕靠去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係啦，咁啊，卡我哋上到嚟啦，咁啊，究竟有啲乜嘢係，即係你話支持啊？有咩實質支持先？實質支持就係今日同佢一個表演嘅，因為咧，其實咧，因為佢已經拍咗5年啦，咁大家有啲人話可能會唔會睇悶啊、體驗啊咁樣。咁今日咧就係因為我係做形象指導噶嘛，咁呢個表演梗係其實係有關着衫㗎啦 ，sexy 啲嘅衫㗎啦，我哋咪行喺中間少少。係啦，咁跟住之後咧，大家見到佢今日着呢個咁嘅浴袍咧，其實唔係喺旅行，其實唔係喺酒店攞翻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奇怪，即係佢嗰次嗰啲咩咧，跆拳道嗰啲準備。一陣間咧，我就會做一個喺呢個西九龍中心嗰度啦，做一個又唔係叫創舉嘅一個互動嘅小表演啦，邀請2位嘅男 fans 係超近距離、零距離咁樣幫佢表演一個台上零距離換衫嘅表演。咁啊，我將我台又交俾你哋㗎喎，送俾你啊，《美人》呢本書啫。多謝晒，多謝啊！我快慢慢攆㗎啦。好。有冇人想上嚟啊？係啦，出嚟大賣啦！中唔中意有本寫真？買咗未啊？買咗啦，非常中意，今年係最靚一本。你幫我攞住呢個角落頭，跟住另外呢位男士，你拎住呢個。好啦，咁我哋數3聲，幫佢變身。3、2，喺個 pose 先，變身前。咁3、2、1嚟啦！哇！好，多謝你2個嘅協力。一陣間會送翻個禮物俾你嘅。好啦，呢個變身就成功啦。變身成功，咁啊即刻嚟一個熱舞係嘛？冇熱舞。